教宗出嚟講 AI？冇錯，你冇聽錯，而且唔係普通講幾句，係正式發佈咗一道通諭，成38,000字，談人工智能。今次呢位教宗叫做梁14世 Pope Leo 14，係歷史上第一位美國教宗。佢本名 Robert Francis Prevost， 芝加哥出世，上年先當選。佢嘅第一道通諭叫 Magnificat Humanitas， 拉丁文，意思係壯麗的人性。成篇文最精彩嘅比喻係呢個，佢話人類面對 AI， 其實係面對一個抉擇：你要建造巴別塔，定係重建耶路撒冷城牆？巴別塔代表傲慢，人類想靠科技爬到上天；耶路撒冷城牆代表大家一齊努力，喺神面前同心協力。教宗冇話 AI 係魔鬼，亦冇話佢係救世主。佢話 AI 係一個有價值嘅工具，但需要警惕。好中肯。另一個重點，教宗話 AI 永遠唔會有真正嘅意識，可以模仿語言、行為、分析能力，甚至模擬同理心，但佢哋唔明白自己做緊乜，因為佢哋欠缺情感、關係同靈性嘅維度。呢啲係人類成長智慧嘅根源。佢仲警告演算法歧視，如果 AI 用嚟決定信貸、就業、基本服務，而數據有偏見，咁最弱勢嘅群體就會首當其衝。呢個唔係科幻情節，而係今日已經發生緊嘅事。仲有一個點我特別有共鳴， AI 模擬人際關係。教宗話 AI 模仿正面嘅人類溝通、勸勉、同理心、友誼，甚至愛，可以好吸引，但對唔識分辨嘅用家嚟講，好危險。佢會創造一個同真正主體有關係嘅幻覺。教宗對所謂超人類主義都好有保留。唔信你只係就快到，警惕佢哋講嘅用 AI 超越人類限制。佢引反梁13世百幾年前嘅通諭 Rerum Novarum， 講工人權益，將 AI 嘅社會影響放入天主教社會訓導嘅傳統入面。成篇文嘅 tone 唔係恐嚇，係提醒。佢話 AI 發展唔應該由利潤崇拜驅動，唔應該得幾間企業話事。不透明嘅演算法由少數人控制，會導致新形態嘅去人性化。對我哋嚟講，呢篇文嘅意義係乜？一個好有影響力嘅道德聲音，用最傳統嘅方式，38,000字嘅拉丁文通諭，去回應最現代嘅問題。呢個本身就已經好有意思。唔理你有冇宗教信仰，呢篇文提出嘅問題值得每一個人諗。我哋想 AI 帶我哋去邊？係巴別塔嘅傲慢，定係耶路撒冷嘅共建？條路我哋自己揀。想睇原文？去 Vatican.va 揾 Magnificat Humanitas， 有英文版。參考鏈接請睇影片說明。Subscribe 咗未？下條片見。